早白早就有一个少年家。打你问这就一定叫阮要剃头。请问人客什么形体，你才较介意？乌鲁麻古太公费钱，若无分七三。阮就是你花小姐，青春正当时。可爱的你我姑娘，来来来来来个来！你发是你发，不过我是你发的小姐。吹出着电吹的风，就是恋爱风。若是不信，请你来找，成阮飞上天。手边的手，亲像满钱，又软搁又白。阮就是你花小姐，青春正当时。可爱的你我姑娘，来个来！三号的迄个人客，不是对阮使目尾。看起来相当标致，心头为伊迷，害阮无意煞来挂着人客嘴皮。工资摕无，也受酒逼，白白做戆工。阮就是你花小姐，青春正当时。可爱的你我姑娘，来个来！